積金易平台惹爭議，打工仔提取強積金屢遭拒，流程繁瑣，超時嚴重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奶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積金易呢個平台，相信好多打工仔都聽過，甚至已經用過，但係實際使用體驗到底如何？今日就同大家拆解下呢個原本話要方便大家嘅平台，點解反而成為咗提取強積金嘅絆腳石？積金易平台呢個係由積金局構建並營運，屬於積金局嘅全資附屬公司。佢嘅目標好清晰，就係將所有強積金計劃嘅行政程序統一化，無論係計劃成員、僱主還是自僱人士，都可以透過呢個網上平台一站式處理各種強積金事宜。比如登記強積金計劃、作出供款、整合賬戶、管理投資組合、檢視投資表現等等。呢個平台喺2021年3月5日成立，2024年正式開始運作。講到初衷，真係冇得彈，就係想令我哋打工仔可以更方便、快捷地處理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強積金。同時仲可以慳翻啲處理手續產生嘅手續費。單睇呢啲目標，成件事真係好好噶嘛。但係理想好豐滿，現實卻好骨感。實際上，好多打工仔反映，使用積金易之後，處理強積金嘅事宜不單止冇變快，反而增添咗好多阻礙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個真實案例，大家聽完就知發生咗咩事。僱員陳女士係2025年年滿60歲，符合提早退休提取強積金嘅條件。於是佢就準備好資料，喺2025年9月13號透過積金易提交咗提取申請。原本以為等一段時間就可以順利攞到錢，點知等到10月14日收到嘅竟然係申請被拒嘅通知。被拒嘅原因係話佢嘅簽署不一致，要求佢重新簽署並再次遞交文件。陳女士當時雖然覺得奇怪，但都係按照要求重新核對資料，簽名喺10月23號再次遞交咗申請。今次佢特別小心，確保簽名同以往一致，以為今次一定冇問題。點知又等咗差唔多2個月，喺12月9號，陳女士再次收到被拒通知。今次嘅原因更離譜，竟然話佢未有提交簽名樣式。呢個理由令陳女士十分困惑，因為佢可以100%確定喺提取表格上面已經親手簽咗名。點解平台會話佢冇提交？忍無可忍嘅陳女士喺12月14號主動打積金易嘅熱線，想了解究竟出現咩問題。首先佢問：一般申請提取強積金需要幾耐？職員告知大約1個月左右。陳女士就質疑咗，既然正常係1個月，點解我第一次申請被拒嘅原因係簽署不一致？第二次重新遞交，又話我冇提交簽名樣式，兩個理由完全矛盾。到底問題出在邊？面對陳女士嘅質問，熱線職員表示呢個問題需要交俾行政部門跟進，於是幫陳女士建立咗一個個案，叫佢等待行政部門嘅回覆。就咁，陳女士又等咗1個禮拜。終於收到回覆，但內容卻只係話有關問題需要多少少時間解決，大約10日之後再回覆。又等咗10日，直到2026年1月7號，陳女士先終於收到行政部門嘅具體回覆。而呢個回覆真係令佢大跌眼鏡。職員話，負責陳女士強積金嘅公司根本冇傳遞陳女士嘅簽名樣式，所以要求陳女士親自去積金易嘅服務中心重新提交簽名樣式。呢個說法一出，陳女士更加懵了。申請強積金戶口嘅時候，明明就需要申請人親自簽名，點解強積金公司會冇我嘅簽名傳遞？如果真係冇傳遞，第一次拒絕我嘅時候，又點知我嘅簽署不一致？對於呢個矛盾嘅問題，職員最終只係輕輕帶過，話呢個係同事嘅工作錯誤，並對陳女士表示抱歉。同時仲強調去服務中心提交簽名樣式係唯一嘅解決方法，冇其他替代方案。但新嘅問題又嚟啦，陳女士查詢後發現，要預約去服務中心最快嘅時間竟然要等到2026年2月12號，亦即係話
距離佢第一次提交申請已經過咗足足5個月，竟然仲要再等1個多月先至能夠完成第一步補交資料嘅手續。陳女士又問職員：假如我按要求去交咗簽名樣式之後處理提取申請，仲需要幾耐？職員嘅回覆竟然係無確實時間，答唔到你。呢個回覆徹底令陳女士崩潰。自己辛辛苦苦交咗幾十年嘅強積金，到咗年滿60歲想提取嘅時候，竟然遭遇咁多波折，流程繁瑣又超時，工作人員仲出錯不負責任。最後，陳女士明確表示完全接受唔到呢個處理結果，會向積金局作出嚴正投訴。講到呢度，先同大家一齊重溫一下陳女士嘅申請時間線，大家就知有幾誇張。2025年9月13號提交首次提取申請，2025年10月14號首次被拒，理由簽署不一致。2025年10月23號重新遞交申請，2025年12月9號再次被拒，理由未提交簽名樣式。2026年1月7號獲知需去服務中心補交簽名，最快預約時間為2026年2月12號，而家已經係2026年1月，陳女士嘅申請依然處於處理當中，連補交資料嘅步驟都未完成，更別提拿到強積金啦。可能有觀眾會問：積金易唔係有服務承諾嘅咩？阿奶特意去查過，以 BCT 積金之選為例，積金易網站列明嘅服務標準好清晰。積金易行政辦事處核實紙本提取申請9個工作天內，計劃核准受託人處理基金贖回及付款指示6個工作天內，兩者相加，正常處理時間應該係16個工作天，也就係大約3個星期。但無論係熱線職員所講嘅1個月左右，定係陳女士經歷嘅數個月仍未解決，都同平台承諾嘅16個工作天嚴重不符。咁有人可能又會問：如果未有積金而直接由強積金公司辦理翻提取強積金，時間會唔會快啲？阿奶特意諮詢咗保險業務員，得到嘅答覆係未過渡到積金易嘅時候，一般強積金提取最多只需要2星期時間，比起而家積金易嘅處理速度至少快2星期。講到最後，阿奶真係有好多疑問，積金局喺推行積金易呢個平台嘅時候，到底有冇充分同各間強積金公司溝通協調？有冇制定好統一高效嘅處理流程？有冇做好系統測試同人員培訓，確保可以提供到應有嘅服務水平，先推出呢個平台？原本想方便打工仔節省手續費嘅平台，最終卻變成咗流程繁瑣、出錯頻繁、超時嚴重嘅麻煩製造機，真係令好多打工仔心寒。好啦，今集關於積金易嘅話題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都有過類似嘅糟糕經歷，或者對積金易有其他睇法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分享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